好高興今日咧都好多老人家啊、長者啊過嚟聽我哋呢個講座啦。咁其實頭先阿楊醫生講咗咧，今次嘅講座咧係一個叫杏林骨幹基金會安排嘅。咁咧就同呢個杏林骨幹基金會其實有兩個骨科機構，一個咧就係香港骨科醫學會，一個係香港骨科醫學院一齊合作搞嘅嚇。咁我哋個目的咧都希望咧俾多啲公眾嘅多啲知，即係一啲關於骨科嘅知識啦。咁頭先張 slide 咧，阿楊醫生都講咗咩叫骨質疏鬆症。咁我諗在座大家都有些少認識㗎啦嚇。咁咧骨質疏鬆咧都係嗰個骨頭裏邊，因為年紀大嚇，慢慢咧佢個骨質嗰個密度越嚟越低，咁好容易有骨折嘅情況出現嚇。呢個啦嚇，三種骨折嚇，咁啊再長重複一句係重要嘅嘢，唔怕講多次嘅嚇。因為三種骨折，手腕骨60歲，腰骨70歲，髖骨折80歲嚇，60、70歲嘅好常見㗎。咁所以點解我哋骨科醫生想講呢樣嘢呢？就係因為呢，喺公營系統裏邊呢，其實呢，以成個醫院管理局為例啦，每一年呢，就差唔多有6000個髖骨骨折嘅長者入院嘅，嗰個大部分90%以上都需要做手術㗎。咁所以咧就我哋希望咧趁着呢個機會咧就做多啲公眾教育啦嚇。咁年齡與骨質密度咧大家都好清楚啦，年紀越大咧個骨質度慢慢流失，呢啲好公平嘅。我同你每一個人都係咁嘅嚇，但係咧女性咧更加快嚇。咁另外點我哋覺得骨科覺得咁緊要咧？因為人口咧其實都急劇老化啦嚇，咁啊骨質疏鬆數字咧持續上升㗎。咁其實咧就係基本一個好簡單嘅統計咧，50歲以上嚇因骨質疏鬆引致骨折咧，其實女性咧有成1/3嚇，男性有1/5，所以咧就而咧每4個50至80歲嘅香港女性咧就有一位有骨質疏鬆嘅嚇，咁呢個情況咧都幾嚴重㗎。咁另外我哋會睇到另一個問題，點解骨科醫生講呢樣嘢啦？你可能會聽過骨科醫生講，亦都會聽過家庭醫學嘅醫生講啊，內科醫生又會講嚇。咁但係骨科點解咁緊要呢？就係我哋會見到一個好常見嘅現象呢，就係你跌完一次骨折之後呢，其實1年之內呢，再骨折嘅機會係比普通人個風險增加5倍嚇。咁所以呢，我哋亦都好常見啦，喺醫院裏邊嚇好多一個長者，譬如82歲跌斷骨啦，翻咗屋企唔夠1年之內又跌斷㗎嚇，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㗎嚇，咁啊對醫院嘅負荷啦，醫院負荷當然係重啦嚇，咁但係對自己病人本身嘅負荷都緊要㗎嚇，咁如果你諗下跌完一次骨之後再跌斷咧，其實佢嘅功能咧就一定會更加差㗎嚇。咁咧，我哋要發覺咧，點解呢啲講座希望大家都每一年啦，都不厭其煩咁樣會再講啦。因為其實咧骨質密度改善咧，同骨折嘅風險降低咧係好大關係嘅嚇。如果我哋會我哋會發覺咧，我哋個骨質密度升咧，其實咧就會減低佢骨折嘅機會嘅。咁好多研究都做咗㗎啦，例如佢嗰個骨質密度升只係2% 嘅啫，咁其實咧佢會有28% 減低佢跌斷個腰骨嗰個風險嘅嚇，有16% 咧減低嗰個髖關節㗎嚇，有16% 減低。咁所以咧治療咧都非常之緊要嘅嚇。好啦，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嚇，咁邊啲人係高風險咧？咁唔會個個都係㗎嘛嚇。咁年齡啦，年齡60歲以上尤其是70歲以上嘅長者啦，性別同埋更年期啦嚇，更年期嘅女士啦，一樣好緊要嘅家族病史好緊要嘅，父母曾經有髖部骨折又或者骨質疏鬆症咧，其實佢嗰個風險都高㗎嚇。咁我哋喺中大做過一啲臨床研究咧，發覺咧個長者有骨折，咁如果叫個女叫屋企人做個骨質密度檢查，原來佢都有嘅，不過咧佢未有骨折。咁其實咧呢一個咧亦都可以咧係好早去發現佢有冇骨質疏鬆啦嚇。疾病啦嚇，有啲譬如長期用類固醇啦、甲狀腺有啲病係會導致嘅骨質密度差㗎。咁當然有一樣嘢啦，體型與生活方式啦，體重過輕啦，長期缺乏運動啦，吸煙同埋飲酒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導致高風險會有骨質疏鬆嘅問題㗎。咁如果你大家有呢5種嘅類型咧，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啦，可能咧都要考慮咧做個骨質密度檢查啦。咁所以咧扭轉未來咁啊，梗係從今日開始啦嚇。第一件我哋要認識風險啦嚇，咁啊大家都嚟到咁啊都知道自己係咪個高風險群啦。
如果曾經有個脆性骨折，頭先楊醫生嗰幾種咧，就真係一個高風險群啦。咁就揾醫生睇啦嚇，咁主動同醫生要做一個叫雙能量嘅骨質密度檢查啦，了解自己個 T 值啦嚇，及早治療最緊要嚇。咁及早治療之外咧，生活調整啦，咁陣間都會講生活調整嘅我哋嘅營養師會講鈣同埋維他命 D 啦。咁我哋嘅物理治療師都會講呢啲規律嘅運動點啦嚇。咁有一樣好緊要嘅定期追蹤啦嚇。咁呢5點咧就好緊要啦，即係呢個即係骨質疏鬆嘅治療嚇。咁頭先楊醫生都攞咗張 slide 出嚟睇啦。咁我哋睇啦，脆性骨折咧喺香港咧係不斷咁上升嘅嚇。咁我哋呢個研究做到2018一路咁樣多嘅嚇。兩個原因，一就係其實最大原因都係咧嗰個我哋個人口老化得好犀利，年紀大就要骨質疏鬆嚇。咁所以咧就年紀大啦，咁骨質疏鬆嘅人嘅數越多咧，咁其實越多嘅嚇。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，要有個好清楚嘅信息俾大家咧，其實骨折嘅影響咧，其實高於個癌症㗎嚇。咁我哋尤其是髖部骨折，其實喺我哋喺啲研究裏面發覺咧，如果一個長者髖部骨折，佢個死亡率咧，1年嘅死亡率咧，比普通人高成20%嘅嚇。其實佢好多時都係因為點解咧嚇？因為佢會導致殘疾如果骨折之後無法自理啦嚇。咁會睇翻咧，其實咧個長者跌咗骨折入咗院咧，其實有1/4人咧要翻唔翻去屋企啦，要住安老院啦。咁高達20%嘅髖骨折個案咧，骨折後1年死亡嘅嚇。咁普遍咧死於即係佢同嗰個佢原因咧係感染啦，同埋心血管疾病啊。咁你話點解會感染啦？其實我哋臨床上亦都常見㗎啦。而家長者譬如跌斷骨入院啦嚇，咁最常見啦。醫院裏邊個病床又擠塞又擠迫嚇。另外咧就係而家啦流感。流感好犀利啦嚇，喺個病房好多時我哋見到長者咧喺入院嗰陣時惹翻嚟嘅嚇。咁而家你嗰陣時就話有一個 Covid 嘅時候，有一個醫院有一個 case 係袁國勇就會嚟啦嚇。而家袁國勇嚟唔到咁多㗎啦，係啊，周圍都係㗎啦。而家已經差唔多變為一個常態㗎啦。入咗院之後，所以咧呢度都提醒各位長者啦，記住打呢個流感針啦嚇，呢個非常之緊要嘅嚇。咁我哋會變咗一個叫骨衰竭嘅情況咯嚇。咁你有骨衰竭嚇，咁啱呢樣嘢咧就係如果你跌斷骨之後，咁就一連串嘅問題出現嘅，肺炎啦、壓瘡啦、排尿困難啦嚇、精神會錯亂啦嚇，咁呢啲咧都要留意啦嚇。咁呢啲都係個案啦，你會見到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嚇，咁其實咧佢慢慢越嚟越都係一個上升嘅個案啦嚇。咁2050年咧，我哋會保守估計咧，會增加至咧就2萬幾個 case 嘅嚇。咁嗰陣時咧，我相信2050年喺呢度裏邊咧，大部分都係屬於長者群嘅啦嚇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千祈唔好咧係屬於呢個案嘅其中一份子啦嚇。咁啲高危時期頭先都講過啦嚇。咁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個啦嚇。如果我哋想知，就要做呢個骨質密度檢查啦嚇。呢個骨質密度檢查係一個好簡單、無創傷性嘅即係亦都好容易做嘅嚇，只係10分鐘裏邊咧已經可以做到噶啦。咁佢見到咧有個 T 值佢會出咗嚟嘅嗱，個 T 值咧個數值係一個負數嚟嘅係，譬如我呢個個案咁嘅-3，去到-3.9喺嗰個骨折。咁呢啲咧係一啲屬於高危嘅個案嚟嘅嚇。咁就算佢冇骨折嘅話咧，其實佢都好大機會咧會有一個脆性嘅骨折啦嚇。好啦，咁好多時都問啦嚇，咁有唔同嘅治療方案嘅嚇。咁其實咧而家骨質疏鬆其實唔係不治之症㗎啦嚇。20年前，譬如我哋做醫學生嘅時候咧，其實骨質疏鬆咧冇藥醫嘅，大部分咧都會覺得係年紀大嘅問題嘅啫嚇。咁大家唔係㗎，有好多唔同嘅抗骨吸收嘅藥物啦，同埋成骨嘅藥物嚇。咁當然啦，所有嘅藥物有唔同嘅效果啦嚇。咁當然而家好緊要嘅，我哋咧就按唔同嘅風險都想同大家分享下。如果你低風險有低風險嘅藥物，高風險有高風險嘅藥物，極高風險咧就要俾啲成骨嘅藥物嘅嚇。咁所以你見到啦我哋個病歷啦，譬如我用極高風險嚟計啦，曾經多處骨折
又出現嗰啲主要骨折 T 數值好低，咁就要俾啲成骨嘅藥物嚇。咁其實都想俾個信息大家咧，因為其實咧骨科醫生講骨質疏鬆咧都係靠嚇嘅啫嚇。因為頭先講有邊度斷骨啊，斷完骨又會死啊咁樣嚇。咁但係都俾翻啲希望大家。咁其實咧都係有藥醫嘅嚇。咁除咗藥物咁當然啦有藥醫之外咧，咁其實咧都要每隔1至2年啦嚇。咁就要同個醫生再檢視個治療方案啦嚇。咁所以咧就總結咧就係話我哋咧希望咧就盡早識別高危患者啦嚇。咁第一點其實我都好多臨床嘅指引㗎已經嚇，有個香港骨質疏鬆學會都已經有㗎啦嚇。咁持續嘅監察啦嚇。如果脆性骨折咧，我哋叫為骨衰竭啦嚇。咁其實咧就希望啦第4點啦嚇，今次咧就提高公眾嘅意識啦嚇。咁就最緊要咧將來咧糾正病患對治療嘅副作用同埋謬誤啦，避免延遲治療，增加骨折嘅風險啦。呢啲係我哋即係呢個學會同埋呢個杏林骨幹基金會咧，希望達到嘅目的啦嚇。咁跟住以下來嘅時間咧，就頭先我哋講咗脆性骨折啦、骨質疏鬆啦，同埋藥物嘅簡單講嗰啲藥物治療啦。咁跟住時間咧應該交俾我哋嘅物理治療師啦，同埋呢個營養師咧，就講講大家即係其實咧唔係淨係單靠藥物嘅嚇，骨質疏鬆，除藥物係其中一環，生活自理啦一啲叫做日常嘅運動啦，同埋一個營養師嘅建議咧都非常之緊要㗎。咁多謝大家先。